介紹嘅單位係位於烏溪沙銀湖天峰3座嘅低層 D 室，佢係一個3房1套連儲物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798尺。打開大門會有一個小小嘅玄關位，前方係單位嘅客廳，而右手邊就係單位嘅飯廳同埋廚房嘅位置。先帶大家行出露台望一望出面嘅景觀，前方望向屋苑嘅室外泳池，而左手邊就可以望到吐露港嘅海景。右手邊喺迎海嘅罅隙位亦都可以望到海星灣。再由露台望返入去客飯廳，之後我哋嚟到單位嘅廚房。工作台設喺左右兩邊，採用明火煮食，外接一個工作平台。由工作平台望返向內園，可以望到會所嘅餐廳同埋水池。我哋嚟到走廊嘅位置，右手邊係儲物室，設有冷氣機，可以作為一間姐姐房。左手邊就係第一間睡房，同樣可以望到室外泳池同埋海景。嚟到第二間睡房，景觀同第一間睡房相若，不過望向吐露港方向嘅海景就會再闊啲。另一邊就係客廁，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設有浴缸。最後嚟到主人套房，採用咗轉角窗嘅設計，可以增加採光度。而套廁就採用咗明廁嘅設計，同樣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亦都係有浴缸。左手邊嘅牆身可以做一組到頂嘅衣櫃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 Leo。多謝收睇。